根据2018年的癌症登记数据显示，西德港的男性拢总有2579位，女性199位。新台病院统计，对2014年到2018年拢总治疗男性有386位，女性有19位。大部分的病人年龄伫咧45岁到64岁的之间。医师包志辉表示，因为查甫的食粉啉酒的比例较悬，所以嘛会造成男性得到食道癌的几率会悬出真济。食道癌主要的症状就是吞咽困难、吞咽疼痛跟体重减轻，那少数也会有声音沙哑、慢性咳嗽等表现。那治疗方式呢？早期可能可以单纯以手术治疗，那第2期以上一般会建议前导性的同步化学与放射治疗之后接续手术，或是根治性的同步化学放射治疗。根治性的同步化学放射治疗后，我们2008到2018年研究发现，如果是肿瘤比较大的，那接受根治性的同步化学与放射治疗之后的存活比较差，但是如果能够在大体积的肿瘤提高治疗的剂量的话，则可以延缓疾病的进展，那增加无疾病存活的时间。大部分去发现食道癌的时阵，拢是第3期或者是第4期。治疗的方式有分为前导性同步化放疗接续手术治疗，甲根治性同步化放疗。头前这种方法通常是伫咧发现较早期的时阵来使用，会当清除肿瘤，预防淋巴转移。后者就较容易较严重的患者身上。新台病院对2008年到2018年的时阵，有124位接受完整根治性同步化放疗的患者。统计显示，提悬放射治疗的剂量治疗大型的肿瘤，效果会比一般的治疗方式更较好。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。